Ne चांगले चांगले तो स्ट्राइक दे了修 US。那先跟大家问好。那今天呢，就是上课之前先回复一下，就是之前呢，就是有问到说，为名言诗社的缘起与业果之理两者之间的关联逻辑是什么？那阁下呢就说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的好，而且这个问题呢，它其实并没有办法透由就是简短的讲解呢，然后把它解释的清楚。因为如果说要把名言诗社呢跟为名言诗社还有业果之间的道理讲清楚的话呢，那一定是要透由就是中观的论点，学习了中观之后呢，那我们才能够比较容易的去了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简略的来说的话呢，就是一切法呢能够成立它是业果的道理呢，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它是为名言所安立，它并不是自性成立的缘故呢，所以才能够安立为业果，或者说安立为因果的道理。因为呢，如果一切法呢，你不是透由名言诗社去安立，然后呢是透由就是一切法呢是自性成立安立的话呢，那无论怎么说呢，业果的安立呢，或者说因果的安立呢，都会是有相违的。所以呢，我们以最简单的讲述方式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说一切法呢都是为名言所安立的缘故呢，也因为一切法皆由名言所安立的缘故，所以业果呢它才能够成立，因果呢它才能够成立。如果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一切法是自性成立的话呢，那我们其实非常要安立业果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那阁下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因为不太清楚说就是提问的人呢，他最主要提问的背后的原因，或者说他的主要的想法是什么，所以阁下说他目前呢就先用这种方式呢做解释。那如果说听到这个答案之后呢，还有疑惑的话呢，可以继续的发问，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透由名言诗社，还有说业果的道理呢，造业之后，那有的业呢，为什么可以很快的感果？那有的业呢，为什么是要过了很久之后呢，才能够产生果报？那一般呢，就是我们在讲述说，当我们造业之后呢，会产生三种业。那这三种业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顺现法受。那顺现法受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就是现世报。就是你今生造业呢，今生就会感果的这一种。那第二种呢，叫做顺生受业。那第三种呢，叫做顺后受业。那所谓的顺生受业呢，就是你就是今生造的业呢，那你顺着今生就是来生的时候，来生就感果的呢，这种叫做顺生受业。那顺后受业呢，就是你今世造业，但是它中间可能隔了几世，并不是下一次就感果，它可能是隔了2世之后才感果，或是3世、4世、5世以后的这种呢，都叫做顺后受业，就不是来世呢就感果的这种呢，叫做顺后受业。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世报以及来世就感果，或者说中间间隔了多世之后才感果的这种差别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在说我们造业的这种强烈的问题。当我们造的业非常猛烈的时候呢，那它一定呢是在今生的时候呢，它就会感果。那如果不是这种猛烈的话，可能是来生。那可能说你这个业并不是这么强烈的话，那可能是多生之后呢才会感果。那如果说呢，一般在讲说就是我们造就是看说是你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那感的呢是善业还是恶业呢？那最主要呢就是看你造的善业的力强，还是说恶业的能力比较强。那如果说善业能力比较强的话呢，那就是善业先感果。那如果说善恶业造的力量一样的话呢，那就是看第二个，这两个造的业的力量是一样的话呢，那就看是对善业的串习比较强，还是对恶业的串习比较强。那哪个串习的强呢，就会先感果。那如果说这两者呢，就它的力量也是一样，那串习的力量也是一样的时候，那第三个呢，就是看你先造的业是哪一个。那先造的那个业呢，就会先感果。所以就是由此呢而产生差别。所以为什么有的可以很快感果，有的要经过很久才会感果？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你造业它的力量的大小所决定的。那在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讲述到安乐道论。那在讲述安乐道论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我们要思维生死总苦，然后还有讲到说要思维生死别苦。那在思维生死总苦的地方呢，就讲到说要思维六苦。那六苦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呢，就是无定过患，然后呢无饱足过患，
然后硕硕舍身过患、硕硕劫身过患，还有硕硕高下过患以及无伴过患这两者。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有概略的讲到，就是无定过患。那无定过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说，目犍连尊者呢，他去托钵的时候呢，看到一户家人呢，就是父亲呢变成鱼的这个公案。那这边呢有另外一个公案，就是说有一个阿罗汉呢，那同样的呢，他也是就是有一次呢，他是在路边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有一头牛呢，就是哀嚎的非常的大声。那他一看之后呢，就发现说原来是有一户人家呢要把他们家里面的这一头牛呢，然后牵去杀。那这位阿罗汉呢就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一头牛呢会喊得这么的大声？那他就进入神通观察之后呢，然后就发现说，这一头牛的前很多世呢，他曾经当过一个大商主。那这个大商主呢，他本身呢是信奉外道的，所以呢，他在供养外道的天神的时候呢，他习惯的方式呢就是做这种血祭，就是杀生，然后用这些畜生的血呢去做供养。那他在活的时候呢，他是持续做这种，就是用动物的血呢去供养他们的天神。那同样呢，他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教诫他的小孩说呢，就是你们要持续的呢用这种就是供血的方式呢去供养这个世间的天神，而且不可以间断。那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呢，他就投身到原来的这个家，然后投身到原来这个家之后呢，他就投为这个牛，然后投为牛之后呢，他就一样，他只要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呢，他就会被牵去，就是拿去祭天，就是杀他去祭天，然后这样子已经很多生了，然后等到这个阿罗汉见到时候呢，已经是这个大商主，他已经第6世投胎为牛，然后要被去杀了，然后这个呢，全部都可以归类在就是无定过患里面。那所以呢，上述的这个例子呢，就跟我们讲到说，就是这一头牛的之前呢是大商主，但是他来生呢就一直投生为牛，所以这讲到说无定的过患。那同样的呢，这边又讲到说，就是以前呢在印度呢捏月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贫苦的人家，那这个贫苦人家呢，他有养一头牛，那这个贫穷的人呢，那就是当他死的时候呢，他还是非常贪恋他这个家，所以呢，他就投生为这个。那他之前养的这一头牛的背上呢是有伤口的，所以他死的时候呢，他就投身到这个牛背上伤口里面的那个虫。然后呢，当他出生没多久，就是变为虫之后呢，然后出生没多久，然后就会乌鸦呢把这个虫给啄死。然后他也这个样子呢，就是投生了很多次，所以就想要说呢，他本来呢是以人生，但是呢下一辈子呢就投生为虫，所以这边呢都告诉我们说，这些是属于无定过患。那我们在思维就是不定过患的时候呢，那除了说像是这边所讲的，就是今生呢可能是人生，那来生呢可能投生为畜生的这种之外呢，那有很多呢也是我们今生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呢前半生呢是好朋友，但是到了后半生呢变成仇人的，或者说呢前半生是仇人，然后后半生呢变成朋友的有很多，乃至于说在我们自己周遭呢可能发生很多这种。原本呢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呢，可能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在用词方面呢，就是有一些不恰当。那由此呢，那一方呢就开始记恨，然后因为这种小小的过失呢，然后之后呢，就是朋友呢变成仇人的这种状况，我们也是有听说过的。那或者说呢，同一个父母亲呢所生的这个兄弟姐妹呢，那他们可能长大之后呢，然后也有可能是彼此互相的杀害，或者说呢，小孩子呢，他有可能会杀害自己的父亲，或是父亲呢，有可能杀害自己的小孩。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无论是亲人或是仇人呢，那这些呢，其实它都是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些呢，全部都可以归类在我们今生呢就可以看得到的无定过患里面。那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呢去思维这个无定的过患，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呢，乃至于说在历史上，或者说我们现界呢，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像是国王或者说君王呢，他可能呢在前半生的时候呢还是国王，但是可能到后半生呢，或是突然之间呢，他就因为呢就是权力呢越来越微小的缘故呢，所以被别人给赶走。那他可能就是在逃跑的过程之中呢没有食物，然后呢可能要逃到其他的地方去，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里面呢当王。那这种状况呢，就是
历史上呢也是常常看得到的，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就是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呢，有些很富有的人呢，他可能呢在一夕之间呢遭受了什么样的变故之后呢，所以可能一夜之间呢，他就从一个超级富豪呢变成乞丐的这一种呢，我们也是时常听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无论是安乐或是痛苦呢，它都是没有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世间的这一些呢，它都是属于无定的过患。所以呢，透过这样子再去思维无定过患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亲人跟仇人呢，然后我们会爱护我们的亲人，然后厌恶我们的仇人呢。但是如果你好好去思维无定过患之后呢，那对于这种亲仇的这种爱恶亲疏呢，你自然而然呢就会慢慢的断除。那乃至于说呢，我们可能获得了一些功德，或是获得了一些财富之后呢，我们就会升起强烈的我慢。但是如果说能够常常去思维到无定过患的时候呢，那即使呢你获得到了这些功德，或者说你获得到这些金钱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你的慢心呢，它就容易去调伏，就不会让慢心呢这么容易升起来。那就是关于无定过患呢，就是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公案呢可以讲述，但我们就先暂时呢讲到这边。那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个过患呢，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无饱足过患。那所谓的无饱足呢，就是我们永远呢不会感到满足的，就是我们对于世间的这一些圆满，或者说世间的这一些好处呢，我们是永远呢不会感到满足的。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无饱足或是无满足的这种过患。那这边讲到呢，就是讲到说，以前有一个国王呢，他叫做我鲁大王。那这个我鲁国王呢，他本身就是拥有非常大的这个福报以及权势，所以呢，他在统治了就是人界的四大洲之后呢，那他仍然呢就是不满足，然后呢，他乃至于说到了天界去，他也和四大天王一样，那乃至于呢，他的福报还有权势呢，更是超过了四大天王，然后乃至于到了33天。那最后呢，就是他可以跟33天的天主呢，他可以跟第4天呢平起平坐。那他具备了这样子的福报以及功德。那他在跟第4天能够平起平坐，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他又感到不满足，那他内心呢就起了一个恶念，就想说，如果呢我能够把第4天杀死的话呢，那这个所有33天所有的这些受用呢，都由我来享乐。那因为他升起了这一念恶念之后呢，所以迅速的呢将他的福报呢给耗尽，所以他就迅速的呢从33天呢，然后堕落到他原本在人间的这个皇宫，然后最后呢因此而死亡，也有这样的公案。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他不晓得就是满足，所以就说我们对于世间的这一些受用，还有说世间这些圆满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感到满足的话呢，那它其实会有很大的过患的。那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到说呢，就是在所有的过患里面呢，没有比这种就是不知足呢来的还要更为恶劣的这种过患。因为呢，当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只会希求更多。就以商人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今天赚到10块钱之后呢，他就想要赚到100块；赚到100块之后呢，他就想要赚到1000块；赚到1000块之后呢，他就想要赚到10000块。就是这种需求呢，它是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那所以当这种需求呢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那我们呢是没有办法对于其他的事情呢去做，对于佛法呢去做思维。所以就想说，在过患里面呢，没有比就是生而不知欲望过深，然后没有办法知足的这种呢，还要来的严重的过患。同样的呢，就是在讲述到无宝足过患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公案，那我们就不一一的细说。那接下来呢，讲到第3个过患呢，就提到说是烁烁舍身的过患。那就讲到说呢，因为呢轮回没有开始的缘故呢，所以我不论是自己呢，还是其他有情也好呢，就是讲述到说呢，就是没有我们没有投生过的地方，也没有呢我们所没有投生过的这种友情。意思就是说呢，无论是任何一种的动物呢，或是任何一种的这种6道里面任何一道呢，然后这一道里面的任何的这种生物呢，我们都是曾经投生过的，因为我们实在是投生过太多无数次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就是烁烁舍身过患。
那乃至于说像是蛇啊、青蛙等等这些虫蚁等等这些呢，我们也是同样的呢投生过无数次，然后死了之后呢，又再的投生。那同样的呢，我们在思维烁烁舍身过患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讲到说呢，就是当我们投身到恶趣的时候呢，那我们投身的次数呢，就是如果把海水呢，就是以一滴一滴来算的话呢，我们投身到恶趣的次数呢，其实比海水的水滴的数呢还要来得更多。那我们也讲到说呢，人生呢是很难得的。那虽然说呢，人生是很难得，但是我们也投身为人无数次了。如果把我们过去世呢所投为人生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把它叠起来的话呢，可以把它叠的呢比须弥山还要来得高。那同样呢，把我们投身为人的这个投身为人的时候的这些身体上的血液呢，如果把这些血液汇集起来的时候呢，会比海水呢还要来得多的。那同样的呢，我们投身为天人的次数呢，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这边呢，想要说，我们无论投身到任何一道呢，都是投身过无数次。所以就讲到说，这边讲到说，烁烁舍身的过患。那接下来第4个呢，讲到说烁烁劫身的过患。那既然之前呢讲到说烁烁舍身，那当我们每舍一身之后呢，那同样的呢，我们就会再投生。那投生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再劫身，就是又出生过一次。所以既然呢有无数次舍去无数次的生命的话呢，那自然呢会投生，同样的会再投生无数次。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这个呢就是烁烁劫身的这个过患。那接下来第5个过患呢，讲到说烁烁高下的过患。那烁烁高下的过患呢，就讲到说我们在投生的时候呢，就是会不断的呢投生，就是从好的呢变成不好的，或者是不好呢变成好的。就是我们知道呢，在轮回的时候呢，我们要由下往上呢，就是比较少数的。但是呢，从上高位者呢，就是往下堕落呢，那你说这不会发生，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就是在上位者呢，他往往很容易呢就会往下堕落。所以同样的呢，无论说我们是投身为就是大自在天也好，或是地势天也好呢，但是终究呢，我们会再堕落到恶趣的。那或者说我们投身到人生也好呢，我们也是有可能呢会再堕落到恶趣去。所以呢，这边呢就讲到说烁烁高下的过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当我们累积财富的时候呢，那最后呢，财富呢，它必定呢会有花完的时候。那如果是在高位的时候呢，它最后呢必定会堕下。那有合呢，必定会有散；那有生呢，必有死。那这些呢，就是在轮回里面呢，就是法尔如是的这个道理。所以呢，即使呢我们能够享受百年的安乐呢，那这个百年的安乐呢，它就如同做梦一样。当我们梦境醒的时候呢，那就发现说我们呢又已经在三恶趣呢感受这种三恶趣的痛苦。所以呢，这边呢就讲到说烁烁高下的这种过患。那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无伴的过患。那无伴的过患呢，就讲到说我们从最初出生的时候呢，就必定只有我们一个人而出生。那同样的呢，在临死的时候呢，也只有我们一个人呢面对死亡之外呢，那无论说你有多少的钱财，你有多少的亲友呢，他都没有办法帮你负担，因为死时呢，唯你一个人要去面对。那即使呢，你有再好的亲人，然后再好的朋友，或者说呢，你再喜欢的这种爱人呢，那在你的身边呢都没有用，反而是呢，我们会因为依着呢，就是这些亲友呢、亲朋好友呢，或是亲人爱人呢所升起的这种罪障呢，那到死的时候呢，所感受到的这种异熟的痛苦呢，那唯有自己要承担之外呢，那这些还活着亲人呢，他是没有办法帮你承担任何的这种痛苦。所以这边呢，在讲述到说，无伴过患的时候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透由就是这6苦呢，去思维到说，就是只要投身在世间的时候呢，无论呢你具备怎样的钱财，无论呢你有怎样的亲朋好友呢，那这些呢都是不可保信的。就是轮回的任何盛事、任何好事呢，它都是不坚固，它就是不可保信的。所以由此呢，而对轮回呢升起了厌离。那因为对轮回升起厌离的缘故呢，所以才会真正的想要去希求就是坚固的这种安乐，那也就是解脱。所以唯有对轮回呢升起厌离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希求解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安乐道论。那安乐道论呢，我们看到就是第15页的第2段。
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此外呢，此一轮回一旦祸业投生，即不越乎苦的起性，敌变为亲，亲变为敌，损益实无可平信。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我们只要在轮回里面呢，一旦透由祸业呢，也就是讲到说透由烦恼还有业呢去投生之后呢，那所投生呢，它一定呢都是苦的体性，不可能呢超越于这种苦的体性。那这边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无定过患，所以就讲到说呢，敌变为亲，亲变为敌。那所以呢，对于亲人呢，就是现在可能是亲人，那他可能之后呢变成我们的仇人。那现在是仇敌的人呢，之后可能会变为我们的亲人。所以无论是他对我们的伤害，或是他对我们的好处呢，都是不固定的。所以讲到说呢，损益呢实无可平信。所以这边呢是讲到说无定过患。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认识如何受用轮回之乐，不仅终无饱足之期，也增长贪欲，由是引出许多痛苦。那这个呢，就讲到说是第二个，就是无饱足的过患。就是说呢，轮回的安乐呢，无论我们怎样去受用呢，我们永远呢不会感到满足的。那因为不会感到满足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的贪心呢、贪欲呢会不断的增长。那因为贪欲增长的话呢，那最后所感的果报呢，会有许多的痛苦。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就是烁烁舍身的过患，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认识如何获得妙善之身，仍需恒为弃舍，获得妙身实无可平信。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呢，当我们呢投身在善趣，乃至于说我们投身为转轮圣王也好，或者说你投身为一国之君呢，获得这种妙善之身呢，但是无论到最后呢，临终的时候呢，你仍需呢是为弃舍，所以你获得这种好的这种妙善之身呢，也无可平信。所以这里讲到说烁烁舍身的过患。那下一个呢，就是讲到说烁烁劫身的过患。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无始以来呢，恒常劫身，就是这边讲到说，烁烁劫身，恒常劫身，实极难限之生死边际。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呢，不断的舍身，然后就不断的劫身，然后到现在呢，我们也不知道还要到多久之后呢，才会停下来，实极难限之生死边际，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才会结束。所以这边讲到说，烁烁劫身的过患。那下一句呢，就是想要说烁烁高下的过患。那就讲说认识如何得到轮回圆满，最后终归舍离圆满，实无可平信。就无论说呢，现在会变得多好呢，来生呢，它也不一定了。所以讲到说呢，就是烁烁高下的过患。那最后呢，就讲到说无伴过患。那就讲到说呢，最后呢，就是我们必须呢，孑然自身往复他世，有伴实无可平信。所以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生的时候呢是一个人来，那死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人走，所以有伴呢是没有办法作为我们的依凭的。所以在这段里面呢，就从一开始呢讲到说，就是无定过患的时候呢，讲到说损益呢无可平信。那接下来呢又讲到说，就是妙身呢无可平信。然后呢，又讲到说，就是圆满呢无可平信，然后最后呢讲到说有伴无可平信，所以透由这一些就是轮回里面的安乐呢，无论你如何的获得呢，它都是不可平信的。由此而告诉我们说呢，透由思维总苦里面呢，最主要告诉我们就是要透由这几方面去思维呢，然后思维起一个想要厌离轮回的心，然后想要希求解脱的这种心。那所以呢，就是透由上述的6种痛苦呢，在思维了就是轮回的痛苦之后，那我们要去思维到说，因此难得而得的义大的暇满人生呢，我现今呢已经获得。那我在获得了这个暇满人生之后呢，必当证了堪能断除一切轮回痛苦的佛果位。那能够获得如是的行持呢，那祈求就是上师佛的加持。就讲得出到呢，就是我们思维呢，因为我们思维轮回的痛苦之后呢，然后升起一个希求解脱的心。那也因为有了这种希求解脱心的缘故呢，那我现在因为获得了这个暇满义大的这一种人生之后呢，那我将来呢如是的行持，我必定能够断除一切轮回的痛苦，而能够获得佛身。那
能够获得如是的这种行持，能获得佛身的这个行持呢，祈求上师跟上师和佛无二无别的上师呢来做加持。那因为祈请的缘故呢，所以顶门的上师佛呢，他就降下了五彩的甘露，然后呢融入于自他一切有情的身心，将无始以来呢我们所积造的一切罪障，那特别呢是证得堪能断除一切轮回苦的这种佛位的这种障碍呢，那无论说像是罪障、疾病，还有非人等等这些干扰呢，都能够净除。那我们的身体呢，变为纯净光明的体性，然后所有一切寿命福德的功德呢，都能够增长。那特别呢，是自己还有其他有情心绪中呢，都能够升起，就是堪能断除一切轮回痛苦的这种佛果位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正德。那以上呢，就是已经结束了，就是思维生死种苦的部分。那思维生死种苦呢，我们就讲到说，透由思维六苦呢，就是透由六苦的思维呢，然后来理解到轮回的生死的种苦。那接下来呢，讲到说思维别苦。那所谓别苦呢，就是讲到说六道里面呢，就是个别的每一道的痛苦。那又可以分为呢，就是投身到恶趣的痛苦，以及投身到善趣的痛苦。那投身到恶趣的痛苦呢，就是在共下士道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述过了，就是如果投身到了地狱、恶鬼、畜生呢，有哪样子的痛苦？那因为前面呢已经讲过的缘故呢，所以就把前面的内容呢，就是拿过来，所以这边呢就不用再多做讲述。那这里所要讲的呢，就是投身到善趣的痛苦。那善趣的痛苦呢，又分为三者，那就是投身为人的痛苦，投身为天的痛苦，以及投身为就是非人。那这边讲的非人呢，就讲说阿修罗道的痛苦。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讲述到人的痛苦的时候呢，那在戒论呢，还有说像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它是以八苦呢来讲授人的痛苦。那在安乐道论里面呢，虽然说在戒论还有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是以八苦呢来讲述人的痛苦，但是呢，在我们现在所用的安乐道论呢，它是把前面的七苦呢，是因为人呢较容易发生的缘故呢，所以归类在前面的七苦呢归位为人。那第八个痛苦呢，就是把它收摄，就是作为苦的一种总摄。所以前面的七苦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呢，就是生老病死呢这四苦。就是人呢一定会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那这是跟人呢就是最接近的这种痛苦。所以除了生老病死的痛苦之外呢，那接下来呢第五个呢讲到说就是怨憎会的痛苦，就是我们很容易遇到敌人的这种痛苦。那第六个呢就讲到说呢就是爱别离的痛苦。那第七个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思维呢所欲求不得的痛苦。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取运的痛苦呢，那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收摄，就是取运的痛苦呢，是一切的有情呢都会有的，所以最后一个呢，取运的苦呢是作为一个收摄，然后前面七苦呢归类在人的痛苦里面。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生苦。那以人来说呢，就是以人道的有情来说呢，就是四生呢，就是都有。就是以杰出的有情来说的话呢，那杰出的人呢，他们都是化身的。那也有属于就是湿身的人，那也有软身的人。那大部分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属于胎生的。那既然讲到胎生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就是胎生的时候呢，那在助胎的这种痛苦。那我们知道说，在胎中呢是非常的痛苦的。那当然说有一些就是大福报的有情呢，那虽然说他在入胎的时候呢，他会把母亲的子宫呢，就是看成像无量宫一样的舒适安乐，但是大部分的有情呢，在入胎的时候呢，就是在胎中呢都是非常的痛苦。那这个痛苦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般呢是说会助胎就是9个月，那有的经典呢是说8或是10个月的也有。那总的来说，一般就是在助胎的时间呢是38周的时间，就是38个星期。那这38个星期呢都很痛苦。那除了在胎中很痛苦之外呢，那刚出生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痛苦。那这些呢都归类在就是生苦里面。那就是在助胎的时候呢，本身呢有很多的痛苦，那就提到说呢，比如说像是母亲呢在吃喝的时候呢，如果吃到烫的食物呢，那
助胎的友情呢，就觉得会是热的这种痛苦。那吃到冷的食物的时候呢，那助胎友情呢，它就会有冷的这种痛苦。那吃太多食物的时候呢，那胎中的这个友情呢，就会觉得说被压的这种痛苦。那母亲呢，像是在跑或是在跳的时候呢，那同样呢，胎中的友情呢，也会感到就是痛苦以及害怕。那这些呢，大部分呢都是属于胎中的这种痛苦。那出生之后呢，也同样呢，就是具备了种种的痛苦。所以在出生的时候呢，有讲到说，一出生之后呢，他就是身上就是84000重的这个锁医生。所以同样呢，在出生的时候呢，也是会感到非常的痛苦。那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就是在胎中的痛苦的话呢，或是说生苦的话呢，那可以去阅读就是入胎经。那接下来的第二个呢，讲到说就是劳苦。那讲到劳苦呢，就讲到说，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容貌美好，然后呢具足就是力气，然后呢头发呢也是乌黑。但是当我们慢慢年老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那就是肾色衰退，那就是我们的腰呢会慢慢的就是弯曲呢，像弓箭的弓一样。那同样的呢，脸上呢也会跑出越来越多的皱纹。那同样呢，我们的皮肤呢会失去光泽。那原本呢就是光滑的皮肤呢会越来越粗糙，然后呢上面呢也会从原本就是有光泽的颜色呢，会慢慢变得像是蓝色或是没什么气色这样。那乃至于说呢，就是我们的头发呢会慢慢的变白，那牙齿呢会慢慢的脱落。那在坐下去或是起来的时候呢，都会变得很困难。那这些呢，就是全部呢都可以归类在就是劳苦里面。那除了上述所讲的内容之外呢，那我们会发现说，当年纪老的时候呢，就是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呢，就是语言呢会比较迟钝，或者说呢会比较容易口齿不清。那走路的时候呢，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没有办法呢走快。那在穿衣服的时候呢，如果说穿少一点的时候呢，又很容易觉得冷；那穿多一点的时候呢，又会觉得衣服很重。那除此之外呢，那我们的眼睛呢，想要看东西的时候呢，那也看不清楚。那耳朵要听呢，也不是听得很清楚。那鼻子呢，就会有一些味道呢，已经分不出来它的味道。那对于说一些很平滑的这些坐具啊，或是一些布料呢，那摸起来呢，也都是感觉很粗糙。所以对于说外境的这种体会呢，也是越来的越迟缓。那对于说劳苦呢，就是我们是现前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而且我们知道说劳苦呢，它其实是慢慢来的，而且老的这种痛苦呢，其实如果我们去思维，比如说现在一个年轻人呢，他要是突然之间呢，就是眼睛瞎到看不到的时候呢，他肯定呢会觉得很痛苦，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眼睛看不到了，然后我活下去呢还有什么乐趣？所以我会升起想要死的这种念头。所以我们知道说劳苦呢，其实呢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它如果突然发生的话呢，是我们无可忍受的。但是它如果是慢慢而来的话呢，那我们呢会觉得说好像还行。所以以前呢就是噶当派的这些格西呢，有讲到说呢，就是年老呢它是渐渐而来的呢，所以我们尚可以忍受。它如果是突然发生的话呢，那这种痛苦我们都是难以忍受的。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病苦。那我们知道说，当生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生肉呢会消瘦，然后呢会内心呢就是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痛苦。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因为呢我们身体呢就是能力变弱的时候呢，那所以呢也没有办法摄取到营养。那所以对于外在的这些好的东西呢，那虽然我们想要吃呢，但是也没有办法吃得到；想要受用呢，也没有办法受用得到。那也因为呢，就是自己生病的缘故呢，所以内心呢很容易升起各式各样的忧恼。所以当看到别人呢，就是过得很舒服的时候呢，他自己的内心呢也会感到不欢喜。那也因为呢，就是身体内的这种四大不调的缘故呢，所以会感到就是身痛呢辛苦。那也因为这种各种痛苦的缘故呢，然后会觉得说，即使病的时间不是很长呢，那也会觉得说时间过得很长，觉得像是度日如年一般。然后加上说呢，就是晚上呢就会变得睡不好。那
对于病苦呢，我们应该不用讲述太多，因为每一个人呢，应该都有生病的这种经验。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是食苦的部分，就是生老病死。那如果说呢，我们是为了常识呢生病呢，然后才将要死亡之前呢，那我们知道说，因为常识病痛的缘故呢，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办法吃喝。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又睡不着。但是除此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家里的人呢，可能会听到自己的家人呢，或是朋友在说啊，这个人大概时间差不多了，可能没有办法再活不了多久。那医生呢，也可能会说啊，我已经没有办法呢，再为他做任何的治疗。那这个时候呢，才去想到说自己呢，可能已经离死亡不远。那思维自己的一生呢，就是除了在世间的事情汲汲营营之外呢，那完全呢没有修习任何的佛法，那由此呢而荒废了人生。那想到这边呢，就感到后悔，然后以及害怕。那这个时候呢，在感到后悔以及害怕呢，那其实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那特别呢，就是假如说食苦呢，对于一些就是造下大恶业的人来说呢，那他往往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他会感到极大的这种痛苦。那特别呢，他会觉得说他好像呢要掉到血海里面去，或者说呢，他会就是因为造了这种极大恶业的缘故呢，会看到始祖呢，或是这些地狱的这些狱卒呢，就是用刑具呢把他套在脖子上呢，把他拖走。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在现世呢也可以看得到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的害怕，然后他的手脚呢会乱挥舞，然后呢，乃至于说呢，他口中会一直喊说拉我一把，拉我一把的这种拉我一把，拉我一把，就是口中会做这样子的呼喊。那这些征兆呢，都是比方说就是他临终呢，就是要堕到恶趣的这种征兆。那死呢，就是除了就是因病而死之外呢，那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死法，像是因为中毒而死，或者说被武器杀伤而死，或是溺死，或者说呢被火烧死等等。那这些呢死呢都是会让我们呢感到非常害怕的。那特别是呢，就是当我们如果遇到一个卜卦很厉害的人呢，那这个卜卦很厉害的人说呢，你已经活不了几天的时候呢，我们光听到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必定感到很害怕。那可以从这边去想说，如果呢，我们仅仅听到死的名字呢，都感到害怕的话，那当我们真的去经历死亡的时候呢，那肯定呢是更为害怕的。那接下来呢，身为人的第5个痛苦呢，就讲到说怨憎会。那怨憎会讲到的呢，就是会遇到呢我们所不喜欢的这种对象，比如说我们会遇到像是强盗或是仇人。那当我们遇到这些强盗或是仇人的时候呢，那他可能把我们的这些财富还有受用呢给抢夺走。那乃至于更恶劣一点的呢，他可能是用武器呢，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给杀死。那乃至于说呢，不杀死的话呢，那他可能呢就是把我们就是变为他的奴隶，然后一辈子呢就是去侍奉他们，然后一辈子呢都是感受这种痛苦。那这种就是属于怨憎会。那除了说讲到遇到仇敌这些之外呢，那可能呢有一些是讲到说就是农夫呢他可能是遇上旱灾的时候呢，那没有好的这种收成，那或者说呢在某些地区呢就是发生瘟疫等这种疾病，或是像遇到呢像是水灾、火灾、风灾这种就是天灾呢，那这全部呢都可以归类在就是怨憎会的痛苦里面。那所以呢，像是遇到非人干扰等等呢，也都可以算是怨憎会。那如果说以出家人来说的话呢，那比如说就是想要出家的时候呢，那因为说自己的烦恼还有说恶业很重的缘故呢，即使受了戒之后呢，那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持守戒律，然后常常违反戒律等等，或者说呢，就是出家之后呢，遇到恶师恶友等等，或者说在修行的时候呢，然后遇到障碍，那这些呢也都可以算是属于出家人的怨憎会。那接下来呢，就讲述到爱别离的痛苦。那爱别离呢，就比如说就是当有一个小孩呢，就是他的父母呢非常的疼爱他，但是这个小孩子呢，就是突然死掉的话呢，那这个父母呢会感到非常的痛苦。那有的父母呢可能会因此而疯掉，或者是呢会哭到晕倒，或者说呢因为太难过呢，不停的流眼泪的缘故呢，而导致眼睛失明。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爱别离的痛苦，或者说呢，在父母死了之后呢，那家中呢就是家里的人呢变得不和睦。
可能有各种的纷争、各种的争执，或者说为了争取遗产等等呢，然后家庭呢变得分裂等等呢，那这些呢也是可以算是爱别离的痛苦，或者说呢，像是有钱人呢，他可能呢最后呢他的财富呢全部失去，变成了穷人，或是国王呢失去他的权势呢，那这些呢都可以归类在爱别离苦里面。那以出家人来说的话呢，出家人所经历的爱别离的痛苦呢，就像是他们的信心呢，或者说他们的戒律呢退失等等，或者说呢他的善知识，或者说他的善友呢，就是和他分离，那这些呢都可以算是属于出家人的爱别离的痛苦。那第7个呢，就讲到说所欲求不得苦呢。那所欲求不得的痛苦呢，就像是说农夫呢，他辛苦的种田之后呢，那在他的这些果实呢要成熟的时候呢，那可能下了大冰雹或是下大雨呢，然后让这些果实呢都没有办法获得。那以游牧民族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他所养的这些牛或羊啊走失，或者说被强盗或者说被小偷给偷走，或者说他所养的牛羊呢患上了这种就是牲畜的这种传染病，然后大量的死亡。那或者说呢，以商人来说的话呢，那他可能呢就是经商之后呢没有获得任何的盈利，或者说由此呢因此而赔钱或是负债等等呢，那这些呢都算是所欲求不得苦。那所欲求不得呢，又可以讲说，像以穷人来说的话呢，他就是希望说能够获得温饱，但是他可能呢，就是连饭都吃不到呢，那这种呢也算是所欲求不得苦。那与有钱人来说的话呢，那虽然说他已经很有钱了，但是呢，他还是感到不满足，他想要累积更多的财富，所以呢，他在累积更多财富的时候呢，他会有累积财富的这种痛苦。那即使他已经累积不到呢，有累积不到的痛苦。那累积到了之后呢，他又要想办法呢去守护他的这种财富。那在守护的时候呢，有守护的痛苦。那有可能他守护之后呢，也守护不了了，他的最后的财富呢，也是被人所侵占等等的。那这些都是可以归类在所欲求不得的痛苦里面。最后一个部分没有听到吧？藏文怎么讲？yang ya last part。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呢，就是有钱人呢，他获得财富呢，他有获得财富的这种痛苦；那穷人呢，没有财富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财富的这种痛苦。所以无论呢是有钱呢，还是没钱呢，那都有他自己的痛苦。所以无论是上中下哪一种人呢，都是有他各种不同的痛苦。那所以呢，在七世尊者呢，他就在他的文集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就是贵贱生俗男女众。服饰姿态虽有异，苦伴终身无不同，悲夫诸有此共相。那就提到说呢，不论是贵族也好，或者说贫贱的人也好，或是出家人也好，或是在家人也好，或是男众也好，或是女众也好，虽然说呢，就是讲话的方式，或是穿着的衣服呢，或者说仪态呢，有一些差异之外呢，但是呢，我们共同的地方呢，就在于说，我们一辈子呢都是为苦呢所伴随在我们的身边。那对于这些就是感受到痛苦的这些友情呢，那真的是要对他们呢升起悲心。那这些呢，就是一切友情呢所拥有共同的这种相状。所以呢，在了解了这么多的痛苦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属于在广论，还有说像是在戒论里面呢讲的8苦里面，那在这边安乐道论呢是把前面的7苦呢归类为人的痛苦。那我们在了解人的痛苦之后呢，那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这个暇满人生呢，它就像是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船只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暇满人生的话呢，我们呢就变成说不能去修习任何的法，那我们所获得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只是一个就是一切痛苦的所依之外呢，并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有了暇满人生之后呢，我们要好好的呢去修习佛法。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先讲到这些部分。然后后面呢，关于就是天的痛苦以及像是非天的痛苦呢，那我们下一堂课呢再来继续的解说。那可能有人呢会觉得说，今天呢就是光讲这个痛苦呢，实在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光光说苦，其实没有必要跟我们说这些痛苦，因为痛苦呢，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还要一直讲这些痛苦呢？那虽然说呢，我们都了解到这些痛苦呢，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呢，为什么要讲这个苦呢？因为最主要的呢是要去思维，因为呢，世尊呢在转世律法轮的时候呢，一开始最开始讲的呢，就讲到说痛苦呢是要去了知的，要先知苦。因为你唯有了解了痛苦之后呢，好好的去思维之后，你才能够真的对轮回呢升起了厌离心，想要出离的这个心。那你唯有对了轮回升起了想要出离厌离的心呢，你才会去希求解脱。所以这边一直讲到痛苦，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要让我们去思维痛苦，然后由此呢而对它升起厌离。那这才是我们这边呢一直在讲痛苦的这个原因。